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中华职棒总冠军赛，南美国桃园队2连霸。总统蔡英文特别邀请到桃园队到总统府做客，专程开直播。蔡总统讲，桃园队摕到2连霸，地文田市长嘛是2连霸，伊就要好好来学习。那像咧暗示讲，伊即届要竞选连任，嘛一定要当选才好。 好，我们欢迎南美国桃园队。球员入场，一直甲蔡总统搭手，再去总统府真闹热。超级新秀廖健富。总统接见台湾大赛2连霸总冠军南美国桃园队，就来介绍球员，嘛请直播镜头对准啦啦队。这次我们直播照一下，让我们在线上的网友都可以看到我们美丽活泼的拉米哥。这相本嘛引起总统的注意。 蔡总统邀请中华职棒南美国桃园队到总统府做客开直播，嘛学到桃园队摕到2连霸。但是我们现场还有一位2连霸，也就是我们桃园市的郑市长郑文灿。蔡总统讲要好好学习。桃园最强，果然不只是口号，你们的经验我要好好的学习一下。 要登记民进党总统初选的蔡英文，敢有法度真正成功吸收2连霸的功力，引起关心。蔡总统讲会邀请台湾大赛总冠军到总统府做客，理由真简单，代表咱的国家对野球真重视。我们要组最强的国家队，为前进2020东京奥运备战。这个9月职棒30年新球季就要开始拍，嘛为台湾的棒球加油。